中间教册，伊教册中文教大是讲，要来教台文，所以伊嘛会晓写诗，嘛会晓唱歌，但你看伊主持唱歌唱得真好吼。第二位吼，第二位曹小姐，知道？那边吼，伊较专业啦吼，因遮吼。尤其是业余也有专业的吼，拢四过走，四过唱。咱知影曹敏吼，曹英明啦，对。因这个团叫做台湾新民歌诗歌走唱团啦，台湾新台湾的新民歌诗歌走唱团吼。因今仔本来有负一个组合哦。等下，迄个王家碧，迄个今仔无来，因出代志。过来周淑珍老师吼，周淑珍老师来看者吼。大村艺术家。大村啊，大村在嘛？大村艺术家。大村艺术家吼。咱今仔嘛有一个画家吼，有一个画家嘛是咱原来的，江老师有一只无？无只吼，江老师无只吼，无要紧。就是讲诗甲画做一个结合。我想讲，伫迄个一年周年庆的时候，阮是来唱3条歌。我唱歌之前呢，我想咱甲迄个歌谱摕起来，因为先刷学一下台语，因为我知影吼，大家拢会晓讲华语，拢袂晓讲台语。所以咱迄个谱甲第一看嘛呢，第一首。王家碧坑完池，就好比。过去话咖啡有淡薄仔咖味，互人食了心凉鼻吐开，哪动伊？阮变为新世纪的把戏，孤行独市上好趁钱。即马住伫田中，重新开路，行着受众人关心的王家碧。这段千丝万缕平静日子，校园充满着底甜甜的情诗，含着少年追求的甘甜，互阮人生来变歹戏。不管身躯年几项气味，专心洗清气，用心开始。咖啡若要好香味，爱有土地好种子，温暖的豆光来布施，爱用柔软的手势烘，培出心头的酸味，来自咖啡的咖啡，啉落后淡薄仔苦涩味，时间会使调出精彩人生的甘甜。好啦，咱请三位音乐家来上台开始咧。因为我想念的比唱的比较好听啦，唱的比较好听，所以咱三首，咱一首首我念，一首唱吼。来。好。汤圆老师的简历是曾任赖和纪念馆的馆长，曾获第6届黄溪文学奖的特别贡献奖，曾获吴浊流文学奖新诗奖，曾获行政院丛书金鼎奖、彰化师大台文所的作家讲座、南华大学的文学系的讲座作家、彰化师范大学的彰化学等等等，有非常多的著作。接下来我们的演唱乐团，我们就来听他们的歌诗走唱团《台湾新民歌》。太小声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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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第一首为大家演唱的歌诗是《放假悲》。
阮在你的情绪，含着少年追求的甘甜，予阮人生来变歹戏，不愿身躯你几项气味，全身洗清去，全心开始。咖啡若要好香味，爱有土地好种子，温暖日头光来保湿，爱用柔软手细项，绘出心头的酸味。我下面各位一个，参加我秀传医院是你那个文学阿美吴宝春的老师，哎，吴宝春的老师啊，李登辉总统的女儿啊，李安娜小姐啊，然后我们的吴清南女士啊，吴淑伟，这里其实灌溉云集，谢谢你们在这里。弃补基金会也是我们星光钢铁董事长的好朋友，谢谢你们。还有我们公益电视台的董事长，谢谢你。彰化所长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听无？都拍电话咧吼，你若先加啡吼，咱即马等去，咱有咧啉劣质咖啡的时阵，想这有歌啦，这有歌，所以这歌咧拢是为因写，为这小朋友写的。因为咱知影，改变一个人，毋是讲爱改变伊的心，伊的心较变软去。